大家好，欢迎收听《亚索讲台语》，我是爱德华，我是张牧师，平安。平安。牧师，咱这集要来讲迄个刮胡，是刮胡就是翁过世，毋管有囡仔无囡仔，是，就是刮胡嘛。对。一开始先讲一项代志，就是讲在历史顶头啊，刮胡的地位拢足低嘛。毋管啥物文化内底。像我知影讲迄个印度啊，就是翁若死去啊，因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上好这太太的对死安尼。可能在迄个烧的时阵啊，伊就先煞做一阵烧。因为一个传统的这个沙提，沙提是一个迄个查某神的迄个名。因为迄个故事就是讲，甲伊爱的人啊，因爸爸袂互伊甲因做伙，所以就对伊自杀安尼。这一直到1987年的禁止呢。就是讲以前人讲安尼无好，但是就在迄个女性可能风气就是安尼，伊嘛讲我自愿要受迄个传统的文化影响了哈。另外一方面来讲，可能伊无安尼做啊，伊日子嘛伤歹过啊。因为伊个地位伤低啊嘛。做工课无好做工课。收入啥拢是问题安尼。咱来看，其实日本有当时啊，战国时代嘛有安尼，就是讲你的主公若有个战死去，可能大概就做阵切腹安尼。像牧师就这样看圣经，应该感觉就不合理的。我是最近才知影，我圣经最早就讲，安尼袂使安尼对不对？咱先看迄个旧约啊，为出埃及记，都记载要安怎对待寡妇安尼。出埃及记22章22节，毋通刻薄对待寡妇甲孤儿。你若刻薄对待伊往我哀求，我一定会听因的哀求。这伫犹太人的传统内面，真早就出现这款上帝是孤儿寡妇的上帝，上帝好款待遐艰苦人。这伫足早律法内面都有这款的记载。伫因的宗教传统内面，因就拢足注重这款的记载。实际伫生活嘛安尼做。我想伊的出发点嘛，就是讲因以前嘛被叫人苦毒过嘛。对。就变成讲你袂使变过来苦毒别人。对。迄个旧约的伦理基础吼，足重要，就是讲，恁较早捌去互欺负过，恁今日嘛毋通欺负别人，是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到耶稣是一句足要紧的话，就是讲，你要安怎款待人，你爱人安怎款待你，你就爱安怎款待人。而且我感觉迄个耶稣毋若是安尼，伊拢会搁加做一步安尼。对，人甲你欺负，你该甲服务安尼。对，你爱甲服务，迄个服务也是伫登山宝训内面头，这是足宝贝价值。嘛足侪基督徒讲，这是有够歹做到安尼。毋过嘛是爱用迄个做目标来做安尼。对啦，但是咱即摆来看一寡故事啊，圣经内底伊是实际都有出现寡妇安尼。是，毋是讲即摆讲你莫要苦毒哦，但其实伊拢在历史中拢无出现安尼。咱先来看一个故事是迄个路加福音内底啊。敢有一个寡妇去找耶稣对毋对？对。第7章11节，伊是讲耶稣去一个城，有就这样对伊做阵去。伊到迄个城的时阵啊，拄好有迄个出山的过身迄个人啊，是一个囡仔，伊妈妈是已经是寡妇啊，伊佫是独生囝。所以伊就变成讲念伊翁无去，囝嘛拢无去啊嘛。对，所以这是一个真足悲哀的代志啦吼。这个死去的人是因老母的独生囝，这个老母佫是寡妇安尼。所以主的对伊讲啥呢？讲毋免哭啦吼。14节耶稣迄个进前犹太人无用棺木啦，有的人是用迄个家己做的一个物件甲揪起来尔，因为较早人无用布安尼甲揪起来，对，炒类似迄种的物件啦。一块茶板安尼尔。嘿，耶稣怎样画迄个因咧讲的物件？耶稣讲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这少年人就安尼醒起来，开始讲话。将这个囡仔交互老母，众人底下拢安尼，感觉足奇怪安尼，足稀奇的。众人将荣光归互上帝安尼。所以耶稣一开始有先甲安慰啦，讲叫伊讲莫哭。对。尾怎就惊新业安尼。这部书要看这新业啊。这若是较传统诶看法，较保守看，就是讲这就是。
互西洋国话嘛，就照字面解说。啊，有诶较现代啊，较照即马有可能诶有诶感觉讲较有可能诶一种讲法，就是讲这个囡仔根本还未死吼。啊，即耶稣做真好，伊也判断伫迄个时阵，将这个娃要向大世诶人伫遐甲救起来呢。那之前无录遐侪集啊，我来看这会感觉这伤合，是因为我已经录遐侪集啊，所以我会感觉这你会看伊诶意思啦。伊意思就是讲，第一个就是旧约就讲嘛，上帝会去关心这个寡妇啦，伊会想办法互你为迄个上无好诶状况变好。真要紧讲代志嘛是伫这个所在，就是讲咱看见咱厝边头尾啊，是讲迄个包括伫咱家己家庭，咱加减减嘛是拢会拄到即款死亡诶代志。毋过耶稣是关心即款代志，发为着厝人有人离开啊，心内艰苦，耶稣同情即款代志。这是最要紧，就是讲咱信诶上帝是体贴怜悯咱心内为着厝人诶人离开咧艰苦。是怜悯咱的这款感情的上帝，这点真要紧。对，那我感觉伊意思嘛，不是讲变成讲后盖人死去，就拢会过活个，拢未死，嘛毋是迄个意思。对了，对了。我感觉这段意思是讲要特别去照顾迄个伊即马状况就无好的人。对对。啊，我个人是读出另外一个意思啦，就是讲伫这个技术内面吼，耶稣有伫讲这样代志。性命属于伊啦，性命是伊也在控制，伊会当控制。这点是伊要记诶人最要紧诶一件代志啦。像安这样录诶嘛，这有当时诶新约，伊嘛有伊诶意义，你也袂使用迄个字面去读。对啦，为了你使用字面去读，就是咱接出来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2章41节到44节遮。这咱在讲金钱迄集的时阵，敢若有捌讲一寡，就是讲，即马耶稣敢若是去一个圣经记载讲，迄个所在是迄个水门啦，迄个台语翻做水门。迄水门意思就是讲，耶路撒冷的圣殿内面吼，伊是分几啊站吼，上一个就是外邦人到的所在，迄是外邦人院啦，外邦人会当到遐尔。外邦人院甲以色列人院中间吼，爱下一块牌啊，足大地。牌啊，就是讲外邦人干来到伫外口遮敬拜，袂使入去内面。啊，若入去诶人会当用石头甲啃死。即个牌啊，后来是有发现着。你若讲伫遐咧卖换钱啦吼，你卖迄个要抬祭物，迄拢伫外邦人院，遐足差。什么婚教啊？卖婚教啦，互你摕去烧诶。外邦人院入去伫以色列人院头一个是拄着迄个妇人人诶女生去诶所在吼。伫这外邦人院甲妇人人院除了迄个牌以外，迄中间有一个门，叫做水门。水门叫美门啦。哦，加水诶门，水歹诶水嘛。对。这个水门哦，会下13个奉献箱啊。有人甲叫做喇叭箱，因为顶头尖尖下面宽宽呢。总共13个。你讲就是讲你钱落会足大声诶，就对嘛。我大声无大声我都毋知，但是讲有13个，甲亲像迄个喇叭，有来反正号召啦吼，好角啦吼。每一个奉献箱啊，拢有迄个指定诶用途。比如讲，这个箱啊是买麦啊啦，吼酒啦，吼这个是要买献祭其他啥物件，比如讲油啦，啥物等等。这也是指定你对，我性的，比如讲我奉献了即间900教会，我得咱指定讲这是要为着要去礼拜堂的路用，对，这是要为着教会要整修的路用，这是为着停车场要新起的路用噻，迄咱指定哩。普通人为即款的去到来个圣殿，拢会准备现金嘛，真侪人伫遐奉献。有个人来献真济，而且耶稣讲起有一个寡妇，奉献2个小小的钱，2000钱安尼。这个寡妇落入了，耶稣就家己的门徒拢叫来嘛。对有假是伊讲，对，而且就讲我实在甲恁讲啊，这个善车的寡妇，伊落入去这个奉献地下内面，伊所奉献的比正人所献的更较济。咱2000钱尔来更较济，因为伊要紧就是讲，迄2000钱是伊所有的。毋过普通人咧献是有村诶，这2个基本上无共。这个人是将
将伊安尼无计较后果，将伊所有的奉献伫上帝面前。啊，耶稣学了即款的奉献。就是讲，大家奉献时毋通伤计较嘛。安尼讲啦吼，奉献爱有迄款牺牲的精神啦吼，奉献该会疼啦吼。这个奉献才有足大意义啦吼。啊，无咧计较后果啦吼，这种啊。啊，这普通伊差不多会用伫历史上用伫讲普通人话讲啊，我要安怎奉献？我天资也无悬，啊，我也无温数，啊，要安怎侍奉上帝？啊，毋过伊通过这个，耶稣通过这个，譬如咧讲，人若尽家己所有诶去做，上帝一定会祝福互咱啊，迄代志诶结果会超过咱所想象诶。你讲尽咱所会就对啦。对，以我来看啊，我读个即嘛圣经，我感觉讲伊。足济啊！伊拢会讲了，毋是讲过头，是讲伊拢会超出你感觉嘿，你感觉安全的迄个范围，有条件安尼做，比如讲，生理一边喙配爱互伊嘛，伊是要讲，其实有各一个赞处更较悬安尼。对。像即嘛来讲，你感觉一个歌有已经就站起来啊，已经日子就歹过啊，但是伊有影规心伫奉献啊。但是另外一个是规个较长的故事啊，这都爱无书慢慢讲啦。我讲这故事真精彩呢。然后这路德，是路德，这是伊的名嘛，伊是一个寡妇的名。是。那你若看听这故事，你就知影讲，哇，伫犹太人的传统内底啊，那是讲一开始有上帝的教是讲，你袂使欺负善良人。为这个故事开始，伊直接甲你讲寡妇伊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安尼。这故事咱来读一摆好啊。路德记主角是路德嘛？对，伊是一个摩押的人，摩押，摩押，这是一个迄个地名吧？族名。犹太人咧称摩押人，就是讲伊诶两个查某囝为着要爱有后代，啊，怎啊甲因老爸灌落水，然后去甲因老爸做伙困，啊，后摆有后代。我即么读起吼，可能嘛犹太人哦，挑工用即款诶咧看近遐遐外口诶外族人，啊摩押人伊是看足袂起诶，啊看足无诶。我知影，所以摩押人因就是对犹太人讲，就是一个外邦人，啊个是故事足乱诶咧嘿。啊，伊这基本上就是讲有一个犹太人诶家庭吼，啊因搬去伫摩押诶所在大。啊，去伫遐诶时阵，煞无拍算，啊，老爸死，两个囡仔死，啊，剩一个婆婆，啊，甲两个新妇，啊，起头故事是出现诶是，着三个寡妇出现安尼。我整理一下，所以是因虽然看袂起摩押遮诶人，对，但是呢，可能因住诶所在。饥荒啊，第一集就讲啊，就是讲，都饥荒啊，都无饭通食，所以就去这所在，去到摩押所在，去大呢。啊，本来是一对翁仔某，就是伊有生两个囡仔。迄个路德记第20以利米勒，啊，伊个某叫做拿俄米，啊，去大，啊，生两个囝，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基连。啊，两个人带，因为到遐嘛，所以就带摩押人，所以就等于讲带外邦人。对，去带外邦人。但是嘛，真水的一项代志，就是讲，这个爸爸过身去啊，是，所以妈妈就变寡妇，结果无偌久，两个囝嘛拢死去啊。所以即嘛故事剩三个人，对，三个人，一个是犹太人的婆婆，就是大官呢，大官，啊，两个是摩押人，两个拢摩押人，啊嘛变寡妇去，那两个拢变寡妇。所以即嘛就是三个寡妇，好啊，继续啊，即嘛三个寡妇要安怎？啊，尾啊，伊就想要倒转去神圣故乡啊，等于个迄个伯利恒啊。听讲迄边敢若变好啊，对不对？就是饥荒过去啊，啊，就要转去，啊，要转去也是安尼做大家人，怎啊甲两个新妇苦劝啦吼，讲我看恁两个人吼。个少年，个少年吼，啊，归去吼，莫对我去啊！啊，恁家己到这个所在吼，啊，家己找一个新的丈夫吼，啊，有新的一个家庭，安尼较好啦。啊，我家己转来去，啊，结果中间一个，有一个怎照顾5年8，后来真正都听伊话啊，无介意做伙转，但是路德
路德讲一句吼，这伫教会诶中间咯，这足侪人爱学即句话啦吼。甲即个做大家人讲啊，讲你毋通叫我转去啦吼。你要对倒位去，我嘛要去倒位啦。啊，你伫倒位大，我嘛要去倒位啦。啊，你诶百姓就是我诶百姓，你诶上帝就是我诶上帝。哇，这是足大决心啦。对。这即么伫婚礼中间嘛，小可学即款诶形象吼，你讲吼啊，你爱看伊诶家族做你诶家族啊，你看伊诶做你诶什么，这有学即个形象，即么伫婚礼中间不是咧留即句话啊吼。我咧想可能即个大家嘛人袂歹啦。对啦，我想应该袂歹，敢若歹我要对去，更酸对不对？但是我看讲明白是讲，伊一开始就用伊诶出发点。替因想讲，对，这个大家也人真好啦。你毋通对我转去啊，你更加好啊。系啦，啊，恁家己佫加啊，佫建设一个新的家庭啊，咧啦。对啊，所以这路就毋肯走嘛，尾来就有影对转去，对转去。因为转去了，你就知影讲，以色列人有影会照顾寡妇，对毋对？因转去佫有饭通食。对，你讲转去了去用欺负安尼，所以转去了呢，我感觉这有一段较趣味的所在，特别讲者。那伊转去的时阵啊，迄个人煞足欢喜诶。伊看讲啊，伊转来，毋是咱诶迄个人吼，这拿尔米嘛。啊，然后伊可能心情嘛不好，伊就讲你毋通叫我拿尔米啊，你叫我或者马拉吧。马拉诶意思敢若是苦啦，苦诶意思。迄拿尔米意思是甜啦，你毋通叫我迄。你看有华语啊，用华语，迄个意思是甜啦。你用华语来讲的，不要叫我田姐啦。我是安尼带一堆苦情都转来啦。即个苦命。因为这马拉我有想着讲迄个出来去救的时阵，有讲着一个所在叫做马拉，因为水是苦诶，水是苦诶。啊，然迄个大家人踮遐查讲这水苦是叫咩啊啉安尼。但是因为转去了，无啥物产业吧啥。日子嘛无啥好过，所以这个路德伊就家己讲啊，大官我来去田内底捡人迄个落落来迄个麦穗啦，麦穗麦穗。这个吼，这个爱小可讲者，这犹太人吼诶律法中间吼，非常非常特别一样物件，就是讲啊，你爱好款待这孤儿寡妇啊，要安怎好款待？这都毋是讲原则上叫你爱好款待，啊，事实上要安怎帮助你？就讲你若咧用咱的观念来讲，就是啊，你若拍车啊，啊，你若规地等于毋通将规个田真正收了，你若收无了遐物件，毋能够扫，遐收无了物件，咱留咧，互遐做寡妇的人来捡，互遐家具来捡，啊，因咧就麦啊嘛，规捆的啊，摕掉了啊，下当来捡等于因咧麦啊，行的啊，得使食。咱用台湾看，咱有迄个米有哦，米你可能一开始嘛，我捡啊即清气诶，对，啊有存一挂你的放来遐就好啊，都有人来捡，对，有人来捡。伫迄个传统犹太人中间，麦穗毋通摕甲了啊，橄榄树诶橄榄，你安尼卡，有村你嘛毋通卡甲了，一寡物件你拢爱想办法留落来，无要紧啊，通互遐寡妇通食。啊，这是因事实伫生活中间，你讲要安怎照顾寡妇，因真正是安尼做。所以就知影即个传统的，就知影讲我安尼去做，上无咱会使饲活咱家己。对啊，而且伊个袂去互人，就讲报官来家己啊，对不对？因为伊知影讲这是合法的，迄合法的。对，你若用台湾呢，你看迄西瓜啥，无得老人遐你难去讲炒饭的。你若个春节西瓜伊个摕你个变头的，叫警察来啊！对，所以人这是伊知有这律法。这我前头个讲者吼，这犹太人甲其他民族足无共一个所在吼。有人去研究讲，其实伫迦南地，犹太人还未入迦南的时，迦南地有迄款收大尾收啊，留一寡下倒的所在，有哪有这传统？啊，足侪人就咧讲，啊，这犹太人敢会去受到迦南人本地人的影响？尾仔有人讲毋是咧，因为遐迦南人留一寡物件吼，迄是要少咧拜神明。啊，犹太人犹太人迄是人道主义，就是你迄个留来，甚至规捆个留来，是要照顾遐生活无法度过的人。哦，我想差别就是安尼，有伊是捡袂清气，还是讲你专工留来拢无要紧，主要是讲你去甲捡的时阵会去用掠去关好。啊，犹太人是袂对不对？所以是安全的，所以路德咧开始讲无要去捡来食好啊。渐渐的迄个，但是这个大官就想讲啊，我有一个朋友，
亲情啦，算讲过了袂歹安尼。嘿嘿，我介绍你去找伊好啊。去找普阿叔算迄个，安尼看起来应该是原来迄所在地主啦，原来是地主啦，所以才有家己小小抑个有村啦。落着去做这博阿叔了啊，博阿叔就讲，哦，那你就是迄个我迄个亲戚诶新妇安尼。啊，我知是外邦人，但是无要紧，你来我的田，你就直接来我遮客对吧？你唔免去凊彩乱客，你来我遮好款待遇啦。对。故事个讲啊，足细呢，我讲这在写一个小说的呢。这个对，这本来是小说的。啊，落着更加贵，你知道吗？伊会讲你哪对我遮好，遮你关心我安尼，我是一个外国人对我遮好安尼。这个博阿叔就讲，恁按过身了啊，你对迄个恁大官的这故事我拢听见啊。我知影讲，你愿意离开你的故乡啊，来阮遮，你会得到上帝的报答。啊，我嘛会好啊款待你安尼。你看这其实嘛真水的故事啊。对啊。但是毋难安尼尔对不对？食饭的时阵，这个博阿叔个请伊食物件啊。啊，伊就讲你毋免去捡遐村呢，你直接去摕嘛，无要紧的。217就讲，迄个路地是捡甲差不多1亿发的大麦，1亿发差不多一只。驢啊，会当担诶分量诶1/10，有那袂少啊。对，反正就捡一大堆的。捡一大堆。我等于了，因大家看到错一条，对不对？伊讲哇，你那捡遮济条，遮厉害条，你去倒位安尼，啊，伊就甲这故事甲讲一摆。啊，所以这老米就想着讲，这个人对咱遮好，对不对？啊。伊替新妇想啦，这个新妇最好嘛，爱有一个好诶家庭通照顾伊啦。伊个少年，伊个少年啦，就咧爱这个新妇吼，看会当继续普阿叔袂啦，故事就安尼个继续个刷落去啦。大官来讲，你去找伊啊，啊，我会甲你安排安尼。伊叫伊做诶方法啦，就是讲你去找博阿叔啊，倒在伊边仔困安尼。伫食饱啉饱啊，忘去了毋知影是啊，他点去倒在伊边仔安尼就对了。这博阿叔突然醒来，对不对？踹一条讲啊，你是谁？伊可能我要啉水啊，明进前他拄着你啊。对，而且普通咧收瓜是用大麦小麦收瓜了，啊，拢会安尼。像遮工课做了，做大条代志做了，食饱讲话啊，伫咧家己诶田里啊，就倒咧就得困。啊，婆婆就教这新妇讲啊，你怎么偷偷去倒伊诶边啊，倒咧安尼。这落地然后听伊迄个大官诶话，就直接讲，我是落地，你会使甲我娶我，直接求婚对不对？但是这博阿叔嘛无马上答应嘛，所以话圣经的故事，但现在就歹摇诶，毋知要安怎走安尼。伊对伊讲就是讲，我感觉你是足好诶人，但是你要找一个较少年诶，可能这博阿叔嘛无少年啦，中年人啊，中年还是中年人啊。伊讲无紧，我来帮你找好啊。伊嘛人讲足好诶吼，就拢尽量甲帮赞安尼，互伊了欧米亚给呢，就是讲。伊身躯砍一条布啦，伊条布摕来讲，伊个甲装即个迄个麦啊，互摕转伊安尼。对了对。啊尾啊，这个普阿叔是去迄个城门口，这犹太人的背景伫城门口，等于对咱即摆咧讲法院啊。嘿对。对，去城门口啊，伫遐啊有拄着迄个更较近这个路地婆婆的亲戚。普阿叔看伊经过是更加叫咧，因为这个人若照安尼记诶，迄个是。第一个继承人啦，啊，普阿叔这是第二个继承人啦。照宗教法律来讲是，迄个人吼靠管理通啊，带这个寡妇啊，接受伊的遗产。伊若无要爱的时阵，才接普阿叔啦，是安尼啊。所以这个普阿叔伊先问这个人，这要尽咧法律上基本的规定啊，就对啦。所以先问这个人啊，看伊袂啊毋安尼啦。但是个人怎不爱嘛，对不对？就迄个人若讲，若要接迄块地是卖，啊，若要带这个妇人人伊无爱，无爱就是讲后摆若生囡仔是照犹太法律爱迄块地爱登记伫这个囡仔身躯顶，安尼算算会袂好咧。这变毋是我诶，变迄个囡仔诶，所以无爱。
啊，无还是这波阿叔讲，安尼无法来做第一顺位啊。所以尾下的波阿叔给他抓起来嘛，抓起来。早期有迄个什么你那兄弟啊，哥哥过身去，弟弟也带哥哥的太太嘛。对，这是迄个一个叫做 levirate 诶 marriage 哈，这就是 Levirate 哈，这是迄个规定，就是讲哥哥还是小弟哈，爱带哥哥还弟弟留落来寡妇啦。互这个宗族吼会当继续去刷接咧。可能较早诶人吼，人也无真济吼，用这个办法，互伊会当去继续去拖落去。一款嘛是一款照顾因诶方法，照顾诶方法。但是我看这个是无一定爱安尼做啦。所以迄个路着一开始，但是用迄个口碑啊，想讲，大家因大官过一世人就好啊。但是这个大官甲我讲啊，咱退休啦，咱是安尼做。这真好诶大官啦，嘛真好诶新妇啦，一开始应该有一个比波阿叔更较近诶人，迄个人拒绝的嘛。就头拄我咧讲第一顺位诶人啦。听起来波阿叔嘛会使拒绝嘛，但是伊接受嘛，伊接受，所以就甲传第二继承人变做第一继承人了呢。传来了就变成讲这一家伙伊就使摕通去照顾嘛，加一个妈妈诶感觉。因为这个尾仔应该是真重要诶人，对不对？对，特别咧迄个查某祖啦，这路就变做大胃王、大鼻王诶曾祖母啦。曾祖母咱有话讲查某祖，迄个阿祖就对啊，阿祖啦，对阿公诶妈妈啦，阿公诶妈妈。有诶人嘛是咧要这路得记下来。应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讲，因为犹太人迄款排斥外族诶心足重诶嘛。对。伊可能要借用这个故事流传入民间诶故事来讲，其实咱诶血统内面早就有即款接受外族诶血统诶习惯，甚至伫咱诶王族诶这个继承诶过程中间，都无人伫咱内面咱是咧排斥什么意思？所以有人是咧讲，将这个甲下入去伫经典吼，有这个用意伫内面。这《路德记》啊，伊诶所在啊，真特殊啊。伊头前是迄个士师记嘛，士书记，对，迄阵还未有迄个王诶时代。咱真简单讲一摆好啊，就是讲出埃及记出来了，又摕着一块土地，对。迄阵伊无即个君王嘛，无君王，所以是有一段时间是用史书的史书，迄个差不多会当翻做法官啦，吼，还是会当翻做差不多类似咱来讲民间英雄啊，民族英雄啊，咧带这以色列人经过较早的日子安尼。中叶节即个《路德记》，对，尾仔才是一个撒利姆记，撒母尼，一个撒母尼记，撒母尼记是先知啊。对，爱出来就是对，大家拢讲想要有王啊，对，变一个国家啊，对，尾仔才是出现大帝王，所罗门王安尼。史书记是足久诶，因诶古早诶传统啊。对，有这路德记这段就是老师讲诶，伊有淡薄仔要甲伊讲，咱来接纳外族人啊，因为伊是咱诶一部分安尼。对了，历史诶中间，也是讲伫个新的观念中间，算足特别诶。就讲接受外族人，毋那接受外族人尔啦，伊是寡妇呢，寡妇，对，伊是寡妇。你若咧想起来，有影寡妇伫迄个圣经内底地位足悬诶，对，伊有那是讲归顺迄个以色列人，个照顾遮侪人，而且个尾仔个生一个王一个王对因遐出安尼，而且当新约时代，伊是管钱。拢无咧客气，伊无啥钱，但是将伊所有诶拢奉献。对啊，所以这甲别个宗教啊，是甲别个文化绝对是无共款。你若等于想就知影，接下来时间呢，咱来特别讲一个跟咱有关系诶寡妇，就是只有这阿青色诶人。这背景我想讲一下好啊，就是咱后壁一定会讲一集是迄个蓝大笔，医生嘛。对，就是咱中华基督教病院的迄个，咱安尼分较好啦，就是讲老兰医师伫19世纪尾来到台湾，咱普通个叫做老兰医师啦，吼，因为因爸囝拢叫做 David 啊，叫做大笔的，咱大笔1世，咱大笔2世啦，吼，迄伫英国称呼是即款称呼啊，台湾人个叫做老兰医师啊，小兰医师啦，所以。这因的故事最精彩，咱爱另外讲。
但是这个老人医师的太太，连马玉，连马玉嘛，伊嘛来台湾多久久诶？伫台南加入，伊甲迄个医师是台湾熟识结婚的嘛？对，有影是咱台湾的结婚。因两个年岁嘛差袂少咧，我会去查10几岁。对啊，连马玉伊有当时登去英国的时阵啊，伊会写一寡作品，就是要去英国去教会的时阵啊，讲台湾的生活是安怎啊，有出几本册安尼。这个故事伊是特别讲一个寡妇，是，你就知影讲，其实毋那古要因会照顾寡妇尔，伊到台湾来，伊嘛会照顾寡妇，寡妇来台湾。以前的地位可能无啥好，咱有啥物贞节牌坊诶，足奇怪。但是这个寡妇因为伊有去帮。伊甲即个教会的关系，所以有留一个故事安尼。甲这两个医师拢有关系，就是爸爸尾啊，就是开迄个中华基督教病院。中华基督教病院，因囝嘛搁转来嘛，对，嘛继续踮遐战后转来，搁转来台湾，嘛做过院长嘛，我头壳听得捌叫看过咧，人讲，但应该讲最好诶，讲了真好啊，讲了慢慢啊，我到即摆会记你讲了慢慢啊。伊个故事咱后摆讲，我会记得行李登辉嘛，捌去看过伊，因为等台湾出生诶嘛，伊若出生诶时阵呢，就是。找一个寡妇，对咱即下讲的阿青色，来甲照顾。伊这是迄个连马有写的啦，连马玉写的啦。我直接甲翻做台语，咱直接读就好啊。伊这故事就完整诶。这作者是迄个连马老男医生嘛啦，迄个连马玉写的啦。伊的主题就或者阿青色啊。我真有把你一定找无比这个更较亲切有疼心的保姆。伊诶名号做阿青嫂，伊定定安尼讲，我爱细汉大笔，比家己诶囡仔较爱。我捌拍家己诶囡仔，但是我绝对袂拍大笔。我伤爱呀，毋甘出手。伊来照顾这个细汉大笔，就是后来这二世的对啊，二世啦，小男医师啦。但是因为足疼伊，所以袂甲拍。伊真正诶囡仔伊会拍。继续。有时阵大笔安怎摇就是毋肯困，阿青嫂就会甲伊绑伫脚只拼，哪唱歌哪世界行，免2分钟大笔就困去啊。毋过阿青嫂歌唱了真古怪，伊诶声足大声，哪亲像咧叫。歌词诶意思差不多是安尼。戆囡仔想要困，搁爱人带，戆囡仔紧困吧。有时天气热，大人囡仔拢歹困，大笔醒来伫遐哭，阿青嫂就会过来斗相共。伊会讲戆囡仔，你精神起来是要创啥？是要去偷牵牛，还是要出门去掠鱼？讲煞，伊就会甲大笔抱伫手里，开始唱伊诶囡仔歌。大笔两边就搁困去啊！所以你看，伊就个带这个囡仔，伊毋那要甲拍尔，伊甲爱啊、甲抱啊，伊拢最好困诶。个唱歌最大声，伊嘛继续困安尼。所以感情听起来最好一点。这个经常我真熟，我厝边隔壁，我朝我诶年代，比我较早年代，我拢看有滴吼，我差不多安尼足熟诶啦吼。我有翕一张相片，阿青嫂活伫遐后壁拍大笔。阿青嫂手内摕一本圣经，伊哪行哪大声读出嘴，大笔看起来真舒适。伊这文章啊，伊写出去，伊有影一张相片踮遐。但是这个人马玉，伊个时代会使翕相啊。伊嘛登去甲英国人介绍讲台湾的生活。伊就翕这个阿青嫂啊，爱伊囝。有影手内就摕一本圣经安尼。就是讲，这代表就这意义的嘛。咱拄仔讲外族甲以色列人。做伙嘛，这嘛是共款，伊是哦，对汉人在甲照顾一个英国人，而且伊会晓读册哦，因为伊晓读圣经哦，伊毋是毋捌字安尼哦。继续。阿青嫂头一摆接触到耶稣，差不多是9年前，伊是一个寡妇，住伫台南附近，3个囡仔拢大人啊。远乡栽牧师娘通过人介绍，找到一个客气好礼的太太来照顾伊的细汉囡仔 Morris。迄个太太就是阿青嫂，阿青嫂搬去阮牧师馆，住伫遐，
伊头一摆听着主诶名，伊去满牧师馆无偌久，满牧师一家口要回国休假，就将阿嬷馆拢是安尼称呼保姆，送去读女校。伫女校，万珍珠姑娘教伊捌字，毋过阿清嫂无习惯，规顶半晡拢伫上课。伊以前毋捌读过册，较无耐性，接袂牢。所以等我诶后生大伯出世，阿清嫂就搬来阮兜。所以伊有交代讲，伊是安怎熟悉即个阿清嫂啊？对。一开始这阿清嫂伊是寡妇，可能无代志做啊。啊，囡仔拢大汉了嘛。拄好有另外一个牧师，或者阮用在这牧师感谢。这对台南最要紧的一个宣教师。伊在台南嘛，所以伊就去遐个照顾伊的囡仔。但是拄好这个囡仔，小较大汉了，伊要转去因的国家。马永在是倒位啦？英国人，嘛是英国人嘛，伊要转去英国，所以这阿清嫂就无代志做啊嘛。啊，无代志做。因着甲安排去迄个读即嘛中路啦，中英路中啦。对，啊有一个万姑娘，这牧师应该万珍珠姑娘，这嘛是较早英国的宣教师来台湾派伫女学咧教这女生诶，就教册嘛。但是这阿清嫂无爱读册，因为伊有讲伊38岁啊，才去读册，所以这点咱嘛看咧真好，咱真少会将咱来到顾囡仔人送去读册，对啊，无人会安尼做。阮乡在宣教师因会安尼做，我感觉这是真好诶基督教传统。可惜是阿清嫂做袂掉。哎呀，都无习惯读册，哪读哪册。对啊，但是上尾又学晓读圣经，读白话字啦哈。即嘛是即个兰医师这边囡仔嘛出世啊，伊就甲讲我需要一个保姆啊。对。啊，即个马永在因介绍讲无阿清嫂你要请伊去无？所以阿清嫂就搬来中华家嘛。对，伊进前在台南。这个你介绍伊以前诶背景啦，哈。你若是等到38岁才开始去读册，会是啥物情势咧？这退休啦，哈。帮伊讲话讲，伊已经38岁啊，莫安尼想要求。阿清嫂喊你出门，规世人简单，按伊诶庄仔头去台南尔。阮大了后，就有真侪出门行诶机会。头一摆，伊是甲阮去小琉球，伊毋捌看过大海还是船。阮爱坐船过去小琉球，迄日海面无啥平静，船海甲真厉害，简单大笔，感觉真趣味。其他诶人拢晕船，阮伫船顶面挡一暝，甲板有位通摕3-4个人，阮7个人硬钱做一摆。即我来这边有所有机会出去佚佗诶，以前带去小琉球佚佗，无事干要去过小琉球。我台湾的离岛吼，小琉球毋捌去，鼓山毋捌去，真无彩。这个吼，这个小琉球我先讲者吼，这较早这宣教师有伫小琉球起一间别庄，伫遐做因的休困的所在。所以才会特别度假，遐度假。所以看起是因专家去遐度假，专家要度假的时吼，这个宝宝先早带去安尼。大家拢兴准哦，看迄个细汉的。咱代表怀细汉代表怀疑甲要死，注意个呢，其他人在那吐啊！这船过，佮毋是讲水搞呢，一个，但迄个船顶佮冻一暝呢。啊，就因为大家拢头过戆去啊，结果怎摕几排，硬客做伙啊，踮遐休困，好继续。虽然阿清嫂心甲真忝，有时人嘛真好势，逐摆吐了后，伊会讲：咱医生啊。较振作一下，来食香蕉，是规气摕一片往来抹我的鼻仔下骹，这当然互阮更较艰苦。所以这个阿清嫂敢若有嘛足热心诶，但是有一寡迄个习惯，甲迄个外国人无共款。对啦，讲兴阵爱食香蕉，不就是讲你敢若佫无精神用往来去。抹伊鼻仔下骹抹，对，可能有精神，但是有的人可能无习惯。所以，咱早期有咱坐车行车的时阵，有人会抹迄个面水达姆无？系啦，抹白尾油啦啥？对，感觉凉凉，但有的人感觉就艰苦，像我就是感觉就艰苦。安尼哦，我无爱迄个味。我是若真正无爽快，就爱抹迄。所以伊个甲情绪共款。继续。过来有一年，阮要去日本度假，阿清嫂嘛对阮去，毋过有小琉球的行船经验，伊行海行甲逐日拢伫基岛。
求上帝互阮的旅程会当安稳。伊真相信即抓会顺利，不时地讲上帝会陪伴阮的路。结果海面有影真平静。伊对大船真有趣味，一直想袂透，船到底是安怎耍进前？伫大海中，除了看袂离的深蓝色海水，就无别项啊。伊讲，逐位看起来拢共款，船长要安怎知影倒位去？这是一个好问题，敢毋是？阮就对阿青嫂解说罗盘，台语讲的主五尖的原理。伊即个毋若是坐迄个细粒船，伊是坐大船要去日本啦。乌船啦，日本人讲乌船啦，乌船是个轮船，因看乌色讲乌船。哦伊嘛足惊个新船对不对？个头一摆叫惊着，就究竟祈祷安尼，伊嘛相信讲上帝的陪伴，结果尾仔嘛足平静诶，足平静诶。伊伫船顶嘛，怎规个人怎足欢喜诶，对不对？问这问题实在是有影足侪人会问啊。讲那伊这船安尼，伊是要对一个方向，伊哪知？对啊，看起来拢共款嘛，拢共款啦。所以你看伊嘛是安尼想30-40岁诶人，像迄个怀疑讲求知欲无？对啦，伊嘛是对这个知识有趣味哈。这宣教士就解说讲，啥物是迄个罗盘，是讲主五尖吼，这老者足好诶台语吼。较早罗盘了做主五尖，伊这原文来写，写主五尖，真好啊。继续，但是同一日，伊个问兰医师，大海敢有底啊？这是毋是真巧诶问题咧？另外一讲，伊个讲，为什么无人来遮掠鱼啊？若是遮远诶所在，就会使掠着遮尔大尾鱼啊？有诶有几若百斤重哦。青色啊。第一个到大海，我就好奇，对不对？对啦。第一个问讲，这海有底无？另外个讲，这可能看到足大尾鱼啊！对啊。讲这足无彩，那也无人来掠。台湾人拢想足实际问题。我咧，大家过来有啥物奇怪物件，都想讲这会使食，好食，对不对？对啊，所以因为足够追，好继续。虽然对阿青嫂来讲，逐项物件拢是遐尼稀罕心色。伊无偌介意住伫日本，伊会讲阿里马有足水诶水墙瀑布啦，东京有大文园，阿萨玛有一个火山，逐暗拢甲天顶照甲金丝丝，日时会看到喷发诶火焰，但是就算转去佛摩萨，转去台湾。是天气真烧热的9月，伊游玩非常欢喜，倒转去到厝内。这阿青嫂听起来，生了就欢喜的嘛。佮去看就这物件，有水墙，就是瀑布，有动物园，有看到火山。但伊嘛只想要转去厝诶。但是讲台湾就热，因去日本可能是避暑安尼啦。对了。热热去啊较袂像台湾遮热，伊嘛是甘愿转来台湾安尼。台北拄满1岁时，阮爱去英吉兰休困较久。阿青嫂只好甲台北分开。阮离开迄日，阿青嫂哭甲真伤心，手巾仔担起几啊条。佮拄有这个代志，因佮要去休困啊，伊佮甲这个台北分开安尼。但是我感觉伊敢较爱这个台北呢。久来拢有感情啦。毋是我讲之前嘛，照过迄个 Morris 的，无这个故事。可能甲这台北有影较好，因为你看伊甲带伊拢就好困诶啊，可能感情嘛较好啦。继续，阿青嫂讲，等台北大汉转来佛摩萨，转来台湾做医生，伊就爱照顾我。即马是我照顾伊，当我老啊破病啊，我要来彰化找医生摕药啊。所以伊先甲挂号你知道？讲这囡仔俩，但是伊在做医生，佮转来台湾服务安尼。即马我顾伊啦，后摆爱伊顾我啦，安尼。哇，这真甘心诶！阮这个有疼心的阿嬷，伊想到阮转去英格兰，需要经过大海甲加拿大，即路遮尔远，搁遮尔啊寒，伊袂互阮，袂使甲阮做阵，斗3工过台北，互伊真伤心。毋过伊伤心归伤心，伊帮衬阮穿甲透冻。阮要离开几个礼拜进前。伊逐暗拢伫祈祷，恳求上帝为阮陪伴无影的海面，互咱医生甲我身体拢勇健，
才会使看顾台北。伊就是讲为迄个细汉囡仔的角度出发，对不对？对了对了对了，讲帮伊祈祷是因为惊伊讲无法度甲照顾好安尼。对了对了，伊特别少年的是台北拄在发喙齿，一期一期一直生出来，定定在发烧，伊嘛定定为着安尼在祈祷。伊困的房间甲阮的三瓦门窗无关，阮有时会听到伊在讲啥。伫阮要离开前一暗，伊恳求上帝，互台北的喙齿暂时卖发，听下阮安全转去到英格兰。伊真惊台北若发烧，爸母佫破病，就无法度甲台北顾甲好势。虽然毋是拢照阿清嫂所祈求的，但是上帝有回应伊。伫旅途中间，台北有发冷气，毋过过程真顺利。等到喙齿差不多拢发出来，阮才发现。伊就想讲台北要开始发喙齿啊！啊，这几路遮远，因敢拢毋是为西边转去呢？因拢爱对加拿大迄边吼，毋知是安怎？对，可能西边这边已经较乱吧？毋知咧。对，因拢是像坐船去到美国、加拿大迄边过安尼吼。台北嘛顺利转去嘛，因为讲本来发喙齿，伊是希望上帝讲莫互发啦，但是有发，只是讲惊会发烧咧。只是讲嘛，无发烧无安怎，就看过继续愈度安尼。阿清嫂尾啊，无过来阮兜，因为伊转去做阮牧师囡仔的阿嬷，但是伊的疼心甲伊照顾阮台北的一切，阮永远袂去互放袂记。阮若去台南，不时会拄着阿清嫂，台北用台语甲伊开讲，伊总是非常欢喜。伊原来会问台北大汉了后，敢要转来台湾，甲伊开药啊，台北讲会啦。所以这故事就是伊写互迄个英国人看的。但是我就爱这个故事诶，伊有迄个互相照顾啦。一开始咱来讲，迄寡妇敢若是无啥路用诶人。其实伊有足侪会使帮衬诶所在嘛。个因啊，而且嘛使去读册，去来读圣经安尼。互一般经济较会过日、身体较臃肿诶人去想这样代志，咱对遐艰苦人、经济较弱势诶人，咱爱有责任。甲上帝同工，互即款人伫世间咧过日子诶时，互因会当较快活。安尼就是咱伫世间咧生活诶时，咱就诚做一个人应该有诶责任。这我一直感觉讲，基督教传统真强调即款诶物件，特别是即个过年啊节诶时，咱全家咧团圆，大家拢想甲讲，足欢喜、足快乐诶时，咱永远毋通袂记遐一寡艰苦人。咱要安怎去照顾咱厝边一寡艰苦诶人，咱家己爱想，我伫实际状况，我到底要安怎做？去回应上帝对咱的疼心，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是讲伊嘛会使来教会啦，因为基本上教会拢会有啥活动啥会给他照顾啊，嘛会使有读册啊，嘛会使讲像这阿清嫂个会使帮顾囡啊，帮祈祷啊，嘛有真侪价值啦，毋是讲看他需要人照顾呢，伊嘛会使照顾别人啊。上尾要讲一项代志啊，就是讲。其实你若听你个录着个故事啊，伊去田内底捡迄个麦仔转去食啊，这有画做就一部10岁了，对，10岁，10岁其实就是这个故事。对，10岁这个这样读册内底拢有嘛。我第一看你，我感觉讲，这画仔就好诶啊，我感觉讲迄个后壁个迄个光线，看起来足尊荣安尼。伊一开始画出来之后，人就抗议讲，你画这要创啊？因为迄个时代，阮就是爱画什么神啊，然后画什么贵族啊、拿破仑啊啥，结果你画这三个人，佫是擅长他妈捡迄个麦啊。听这故事我才讲，哇，因为画迄是有影后壁背景是足丰富诶，就是讲因虽然是一开始他妈捡诶，但是尾也是因诶王诶妈妈阿祖，对对啊，像咱拄啊讲这个阿清嫂诶故事，就是讲伊一开始可能看他。会当食饱就好啊，但是慢慢伊无一定对这个世界真有贡献的呢。上尾迄个金句嘛牧师，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第7节，拢毋通看入什么，万事着用感谢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安尼
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我去读一摆吼。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第7节，拢毋通看入什么，万事就用感谢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